乡亲继续来讲，这印度变种病毒传染力真强。为了要有效来阻挡这种的病毒，有不少的民众会挂两层的喙罨，先来挂医疗用的，再过来挂布的。医生讲，其实挂两层的用意是为了要增加喙罨甲喙皮密合度，所以嘛会当甲喙罨相边的带仔来甲拍夹。安尼就会当增加密合度，无一定都爱挂两界，因为挂两界喙罨实在是真翕真歹喘气。即摆乡亲啊出外拢会挂喙罨，尤其是到快筛站等等传染的风险较悬的所在，拢会真注意卫生甲安全。尤其是传染力真悬的Delta病毒株，所以讲有乡亲就规起挂两个的喙罨。那本来我们的外科口罩对于病毒的预防有它的原本的效力嘛，哈，那加两层口罩效果就会等同 N95。医生讲，先挂医疗喙罨，再搁挂布的喙罨，安尼效果会加真好。同时，嘛使透过双边拍夹的方式，和面甲喙罨较密咧。那两层口罩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的脸能够更密合。那目前的方式，如果我们戴一个外科口罩，再打一个结之后，让它能够吻合，然后我们再加一层布口罩的话，这个效果会对于脸的密合度会更好。医生嘛，吩咐讲要挂喙罨，也是要绑喙罨前后手拢要小清气，安尼较袂互病毒有机会侵入，嘛较袂无采讲挂两个的喙罨。